如果你仲以為深水埗係嗰個用平、靚、正嚟做招牌嘅基層天堂，咁我諗你真係要更新下你腦入面個數據庫啦。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一個令好多老牌食客心碎，甚至係反胃嘅話題。大家心目中嗰間曾經排隊排到天荒地老，被譽為神級嘅車仔麵，最近竟然捲入咗一場屎味風暴。冇錯，你冇聽錯，我亦都冇講錯，係屎味。曾經嘅深水埗名物，點解會搞到俾網民形容為攞錢買難受？點解今時今日喺深水埗食碗車仔麵，要俾中環價錢，仲要受老闆同伙計嘅欺？今日我哋唔單止係講一間鋪頭嘅沉淪，我哋係要深度拆解香港老字號點樣一步一步行入嗰個萬劫不復嘅死亡螺旋。講起呢間嘢，如果你係喺深水埗蒲開嘅，或者你係嗰啲中意跟住米芝蓮推介去揾食嘅朋友，你一定知我講邊間。喺以前，即係大概10幾20年前，深水埗嘅車仔麵係乜嘢概念？係窮人恩物。嗰陣時可能係10零蚊、20零蚊就有一大碗，啲餸老得入味，啲豬大腸肥美得嚟，洗得乾乾淨淨。但係唔知由幾時開始，呢啲所謂嘅神級名店，好似變咗質咁。最近喺網上討論區有一個貼文傳得好勁，有個客話佢開開心心去食嗰間名店嘅招牌豬大腸，一咬落去，陣味唔係滷水香，而係一陣好強烈、好原始嘅排泄物味道。呢件事聽落去好荒謬，但係當你睇埋下面幾百個留言，發現原來唔係得佢一個受害者嘅時候，你就知呢件事絕對唔係個別事件咁簡單。我哋首先要探討下點解會出現屎味。做餐飲嘅朋友都知道，豬大腸呢啲嘢最考功夫嘅唔係滷嗰下，而係洗嗰下。以前啲老師傅可能係50幾、60歲嗰輩，佢哋真係會用粗鹽、生粉、白醋反反复复咁洗幾十次，將裏面啲肥油同雜質清到乾乾淨淨。但係而家呢，當一間鋪頭由一間細鋪變成幾間分店，由每日賣幾十斤變到每日賣幾百斤嘅時候，佢哋仲有冇呢份匠心？為咗追求產量，好多時會外判俾加工場，或者係啲新嚟嘅伙計根本就費事同你慢慢洗。結果呢，嗰啲所謂嘅精華就留咗喺入面。當一個客用成6、70蚊去買碗車仔麵，結果食到嘅係真原汁原味，你話呢種憤怒係咪理所當然？講到價錢，呢個亦都係令到好多香港人火滾嘅地方。以前我哋話深水埗係基層消費，但係而家你行入呢間神級車仔麵，嗌個3餸麵加支嘢飲，閒閒地都要60、70蚊，甚至過百蚊。大佬啊，呢度係深水埗桂林街、福榮街啊，唔係中環置地廣場啊。當個價錢去到呢個水位嘅時候，消費者嘅期望自然會提高。以前20蚊碗，你服務差啲，環境逼啲，大家會話算啦，平嘛。係咁價啦，但係而家你收緊中環價位，個環境依然係油淋淋，張凳依然係坐得唔舒服，最攞命嘅係嗰種老馮嘅態度。香港有好多老字號，好容易跌入一個心態陷阱，就係覺得我出名，係你求我食，唔係我求你買。你去到呢啲鋪頭，嗌遲2秒會俾伙計責，想攞張紙巾會俾人白眼，甚至係你食慢少少，個伙計已經攞把掃帚喺你腳邊掃下掃，暗示你快啲走。呢種受氣文化喺以前資訊唔流通嘅年代，可能仲可以靠住味道2字撐住。但係而家係2026年代，大家都有手機，大家都有社交媒體。當你嘅服務態度同你收嘅價錢完全唔成正比例嘅時候，你所謂嘅神壇其實已經裂緊。呢度就引申到我今日想講嘅重點。香港老字號嘅死亡螺旋，呢個螺旋係點樣運作嘅呢？第一步係成名，靠住上一代嘅努力累積咗口碑，吸引咗媒體報道，甚至攞埋獎。第二步係擴張與傲慢，老闆見到生意好，就開始諗點樣賺到盡，加價、開分店、縮減工序，用更平嘅食材。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個牌子已經夠響，點搞都會有人排隊。第三步係質素崩壞，
因為管理唔到咁多嘢，味道變咗，衛生差咗。第四步係負評爆發，網上嘅差評開始蓋過好評，但係老闆依然覺得係啲網民唔識嘢，甚至覺得係同行抹黑。最後一步就係死亡。當最後一個熟客都頂唔順要走嘅時候，呢間鋪頭就只剩下一個空殼。我哋睇返呢間深水埗名店，佢哋最近嘅表現完美符合咗呢個螺旋。當有人投訴食到屎味，鋪頭嘅反應係乜嘢？有冇真誠道歉？有冇即刻檢討供貨商？好多時我哋見到嘅老字號，第一反應都係我哋賣咗幾十年都係咁，係你個客有問題。呢種傲慢就係殺死老字號嘅元兇。佢哋忘記咗今時今日嘅消費者有好多選擇。以前我哋可能只係識深水埗嗰幾間，但係而家啲年輕人，佢哋寧願去試新開嘅文青小店，或者係返深圳食嗰啲服務好到不得了，價錢又平一大截嘅連鎖店。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喂，香港租金貴嘛，老闆都係逼不得已先加價，同埋要減人工成本啫。呢個講法聽落去好似好有道理，但係其實係一個偽命題。租金貴係事實，但係租金貴唔代表你可以唔使乾淨豬大腸，租金貴唔代表你要對住個客黑面。如果租金真係咁壓力大，點解仲有咁多新開嘅鋪頭可以做到平易近人得嚟，又保持到質素？歸根究底係一個心態問題。好多老字號嘅老闆可能已經揾夠咗，或者係嗰份初心已經喺無止境嘅排隊人龍入面磨滅晒。我哋再睇下中環間呢件事，深水埗呢個區份本來係充滿咗人情味同生活氣息，但係當呢啲神級食店將價錢推到極致嘅時候，佢哋其實係喺度破壞緊成個社區嘅生態。以前阿伯阿婆都可以入去食碗麵，而家變咗係啲遊客或者係專程去打卡嘅年輕人先會去。當一間食店失去咗同社區嘅連結，佢就變成咗一個純粹嘅消費景點。景點呢樣嘢係好容易過氣㗎。一旦你嘅名聲臭咗，字面意思同象徵意思都臭咗，啲遊客唔會再嚟，本地人又一早俾你傷透咗心，到時你就算想降反價，都已經太遲。呢場屎味風暴其實係一個警號，佢話俾所有香港餐飲從業者聽，名聲係可以一日之間清零嘅。喺2026年代，資訊嘅傳播速度係以秒計算。你嗰碗麵滷得再好，湯底再濃，只要你喺基本嘅衛生或者服務上面出咗大錯，仲要用一種傲慢嘅態度去回應，咁你嗰幾十年累積落嚟嘅神壇就會即刻崩塌。其實我哋作為食客，心入面係好矛盾嘅。我哋一方面好希望呢啲老字號可以長做長有，因為嗰度有我哋嘅集體回憶，有我哋由細食到大嘅味道。我仲記得我20幾歲嗰陣，第一次去深水埗食車仔麵，嗰種喺街邊大汗淋漓，但係食得好滿足嘅感覺。但係另一方面，我哋又唔可以縱容呢啲鋪頭。如果我哋繼續去排隊，繼續去俾呢啲中環價，但係換嚟屎味同受氣，咁我哋其實都係嗰個死亡螺旋嘅推手。所以點樣先可以打破呢個螺旋？我覺得老闆首先要學識認錯，唔好成日覺得自己係老字號就大晒，錯咗就要認，打就要企定。如果豬大腸真係出咗事，就應該公開交代，甚至停賣一段時間去揾出問題所在。其次係要重新揾返嗰份對食物嘅尊重。車仔麵雖然係平民嘢，但係平民嘢先至最考功夫。你對啲食材有冇心，個客一食就知。唔好以為加啲辣油掩蓋住陣味就無人知，群眾嘅味蕾係雪亮嘅。最後，我想同大家講，深水埗唔應該只有呢啲跌落神壇嘅老字號。呢個區依然有好多默默耕耘，唔係咁出名，但係做得好有心嘅小店。佢哋可能無米芝蓮推薦，可能冇咁多媒體報道，但係佢哋嘅豬大腸洗得好乾淨。佢哋嘅湯底係每日用豬骨熬出嚟，最重要係，當你入去食嘢嘅時候，你會感覺到一份久違嘅屬於香港人嘅親切感。
我哋唔需要迷信名牌，更加唔需要為咗一份虛名去受氣。如果一間鋪頭已經唔再尊重佢嘅客人，唔再尊重佢自己嘅招牌，咁就算佢係神級，我哋都應該由得佢喺神壇上面跌落嚟，因為只有咁樣，市場先至會有空間俾嗰啲真正有心嘅人去發展。呢場史味風暴，希望唔係香港老字號嘅終結，而係一個重生嘅契機。希望其他仲喺神壇上面嘅鋪頭，見到呢個例子之後，會識得警惕，會識得珍惜。唔好等大家嘅失望累積到爆發嗰一日，先至嚟後悔。其實我哋香港人要求真係好簡單，一份乾淨嘅食物，一個合理嘅價錢，同埋一份基本嘅尊重。如果連呢三樣嘢都做唔到，咁呢間鋪頭收幾貴，名氣幾大，都只不過係過眼雲煙。深水埗嘅傳奇，唔應該係由史美嚟畫上句號。講返嗰個死亡螺旋，其實大家有冇發現？好多時候係由老闆嘅下一代或者專業經理人接手之後開始嘅。佢哋學咗西方嗰套管理，講求效率，講求毛利，講求 KPI。但係佢哋忘記咗，中式餐飲入面最靈魂嘅嘢，其實係人情同埋火候。火候呢啲嘢係冇得用電腦控制㗎，係要靠師傅嘅經驗同對食物嘅熱愛。當一間鋪頭變到好似工廠咁嘅時候，佢嘅生命力就已經消失咗一半。我成日諗，如果以前嗰位50幾歲嘅老闆仲喺廚房睇住，佢會唔會容許一條有味嘅豬大腸出餐？我相信佢一定唔會，因為佢賣嘅唔止係一碗麵，係佢嘅聲譽，係佢嘅老名。但係而家嘅接班人，佢哋見到嘅係報表上面嘅數字，為咗平衡嗰個昂貴嘅租金，佢哋寧願犧牲嗰少少洗腸嘅時間，或者係換一批更平但係質素更差嘅食材。佢哋以為個客食唔出，或者以為個客會因為佢個名而忍受。呢種聰明其實係最大嘅愚蠢。喺深水埗，我哋見證過好多傳奇嘅誕生，亦都見證過好多傳奇嘅沒落。由以前嘅街邊檔，到後嚟嘅地鋪，再到而家嘅連鎖化。呢個過程入面，我哋失落咗好多嘢。我希望呢次嘅風波可以令到更多人反思，我哋到底想要一個點樣嘅香港飲食文化？係想要一個到處都係連鎖店、味道千篇一律、服務冷冰冰嘅城市，定係想要一個百花齊放、充滿個性同堅持嘅城市？如果你下次再去深水埗揾食，不妨行遠兩步，去啲橫街窄巷揾下。可能你會發現，嗰啲無人排隊嘅鋪頭，反而先至係真正嘅神級。而嗰啲已經跌落神壇、收緊中環價位嘅老字號，就由得佢哋喺自己嘅死亡螺旋入面慢慢掙扎啦。因為喺呢個年代，消費者嘅腳就係最好嘅選票。香港嘅餐飲業正面對住一個前所未有嘅寒冬，但係我覺得呢個寒冬其實係一塊照妖鏡。佢會將嗰啲濫竽充數、靠名氣揾食、唔思進取嘅鋪頭逐一淘汰，留低落嚟嘅先至係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嘅老字號。我哋唔怕你貴，我哋怕你唔值；我哋唔怕你排隊，我哋怕你受氣。只要你仲有一份初心，香港人係好長情嘅，我哋一定會支持到底。但係如果你連最基本嘅衛生同尊重都俾唔到，咁就對唔住啦，我哋寧願返屋企煮公仔麵，都唔會去你度交智商稅。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其實心入面係有啲感慨嘅。睇住一間又一間細細個就聽過嘅名店，因為各種原因而變質，真係覺得好可惜。但係呢個就係現實，呢個就係社會運作嘅規律。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保持清醒，用我哋嘅消費去支持真正值得支持嘅人。深水埗嘅故事仲會繼續落去，希望下次我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個老字號點樣成功轉型、重拾初心嘅故事，而唔係有一個神級隕落、滿地碎片嘅悲劇。最後，我想同嗰間神級車仔麵嘅老闆講一句：明星係借返嚟嘅，口碑先至係自己賺返嚟嘅。借返嚟嘅嘢係要還價。當你還唔起嘅時候，嗰個債主、消費者
就會用最殘酷嘅方式收返一切。唔好等到鋪頭門口空無一人嘅時候，先至去懷念以前嗰條人龍。到時你就算將啲豬大腸洗到識飛，都已經無人想再試啦。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今日嘅話題雖然有啲重口味，但係我覺得係好有必要講出嚟。大家如果喺深水埗食到啲咩好嘢，或者係有咩同樣嘅受氣經歷，歡迎大家喺心入面默默咁同自己講，下次唔好再去。我哋要記住，我哋係客，我哋係去消費，唔係去乞食。保持自尊，食得開心，呢個先至係揾食嘅最高境界。2026年，希望大家都能夠避開嗰啲跌落神壇嘅陷阱，揾到真正屬於自己嘅神級味道。